筷子基平民大廈嘅216個租戶將會調遷到新嘅社屋，有租戶同方會希望政府能夠資助調遷嘅租戶。張瑩英報導。 87歲嘅梁婆婆住咗喺筷子基30幾年，喺平民大廈落成之後一直住到而家。今次可以搬新屋，佢話新屋最緊要設備齊全，唔使佢花錢，咁佢就已經心滿意足。我都冇乜所謂嘅，我點都冇乜所謂，最緊要佢係齊全啲嘢，我又費事出錢，又整鐵閘呢，我又冇錢呢。預計搬遷嘅開支會唔會對你造成負擔？203咁啊，梗係有少少啦。你覺得點樣睇啊？都冇乜問題嘅，但係都咁啊，有啲希望啊，有啲人係求，都希望政府就資助啲啦，咁啊最好啦，係嘛？今次嘅調遷開支同埋過程係由租戶自己承擔，坊會已經派出咗社工同埋義工協助獨居長者搬遷，並打算向政府提出資助搬遷費俾有需要嘅人士，例如係34位獨居長者。調查之中都有㗎，有啲壓力咯。咁或者到時我哋睇下坊會點樣揾啲義工啊，或者揾啲人就做同一搬遷費咁，都有咁樣嘅考試咁喺度。而喺216個租戶當中，大部分都希望住翻喺筷子基社屋。咁因為我哋收翻嗰個意願裏邊當中咧，咁佢哋全部都冇話反對調遷啊咁。其實216個裏邊呢，有202個咧，佢哋係願意咧搬翻去呢個筷子基社屋嘅。咁有6個咧就希望搬到其他地方，咁有8個咧就冇作出決定嘅。咁我哋都視乎佢係同意我哋作出任何嘅安排嘅。3月份開始，租戶將會按抽籤順序到新嘅社屋揀樓。房屋局預計喺半年之內能夠完成整個調遷行動，而筷子基平民大廈將會重新建成新嘅社屋，單位會由現時嘅240個增加到約700個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張賢英報導。